这届的芭蕾奥运新增加霹雳舞，真做是正式的比赛项目。台湾的选手孙静嘛已经摕到比赛的资格。今仔日晡伫台北街头有一场街舞的比赛，有500外个国校的学生参加，场面是真大。副总统萧美琴嘛到现场帮选手加油。伫舞者的带领之下，副总统萧美琴甲立委吴派叶苏卡惠同齐挑战霹雳舞的经典动作大拉摇。 表演一个跳舞典型对街舞的支持。萧美琴讲，欢喜看到街舞已经加做全民运动，也表示家己的爱豆都是马丹娜。他现在虽然让阿嬷，但是全身都是肌肉，所以小朋友，你们今天回去也可以接阿嬷一起来学。街舞小学校是台北市第一个专属小学生的比赛，今年第2届报名上限50队，一个就满啊，约500名小学生共场来比赛。 100%亲像韩国女团的 MV 舞蹈甲服装造型，眼神甲表情也真亲像小学生伫舞台上展现练习的成果。对嘴，然后就想说比赛，然后就要有应对的表情，才会吸睛，搞怪然后可爱的态度。这么多小学生来比赛，街舞运动推广协会秘书长田俊拓看到10年来街舞伫台湾的转变。有大家对这个觉得我们这街舞跳街舞这件事情不错。 然后愿意投入进来，不管是老师，不管是家长，不管是同学，或者是我们现场的我们的政府的部会的长官们，那我觉得有你们支持，我们在这边跳得更开心。你想继续跳吗？想，因为他有兴趣，所以就让他维持他的兴趣这样子。 有家长讲，当初送囡仔学跳舞是动作运动，也毋过囡仔定落来找到自信，也交到朋友。未来读高中会继续支持伊学跳舞。这个时阵，囡仔伫舞台上展现自我，爸母会当做的、要做的，都是为因大声叫，动作坚强的靠山。记者综合报道。